搭地铁，还是搭捷运？这足多人的啦，看因为烧较烧袂紧着。很多人坐火车。 好，大家注意见，咱捌坐过捷运的也是有啦，应该袂少啦。台湾的捷运吼，全世界过来国家拢袂记。伊感觉台湾的捷运是比全世界上好，不过台湾的捷运的秩序甲清净、干净，世界数一数二。哎，你记台湾人是安怎做的？是看了就打的吗？你若无照规矩啦，我来罚5,000、1万、2万安尼我来。啊是一直伫遐用网上去咧宣导，叫人着爱先写好上啊排队排好势啊。台湾的捷运真清净，足侪先进的国家来看嘛，来讲台湾是安怎做的？这是科技，这是叫做文明。原来文明互人秩序感。 人都做做诶，应该会踢来踢去，客来客去。即包括日本、包括韩国、包括大陆，迄人都做诶。你看遐吵吵闹闹啊，客来客去对。咱台湾感觉给种秩序感，所以台湾的捷运不会纷乱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台湾的捷运会纷乱？上港，各讲的。 就是当一贯道里迄个桃园巨蛋版活动，桃园县政府动用100个清洁队人，遐准备待命，因节目若结束，入去清的，估计上爱是4、5点钟，规个桃园巨蛋人满叉拢是人。这个队活动刚结束，清到好，赶下1点钟，桃园县长那个时应该是。 啥物吴国雄咧做团长，还是无啥物人咧做团长？伊去互即个画面震惊，1点钟左右，一贯的就是全部拢清好好啦，但离开，连垃圾都带走，带走。因清洁队100人，遐跳骹咧，就是讲也无啥物工课通做，叫伊动员100人带兵，叫伊遐清洁队依次甲县长讲，一贯的即个团队真是。 捌看过团体的纪律、秩序遮尔好。真。哦，相信主持人捌看过、听过这种讲法，为什么一贯的就是做不到？对，迄叫做事含用，主持人讲对。是。台湾人的节为什么那些秩序，因嘛是种事含用，代表台湾的社会足重视这种的含用，这种的修理。 其实一贯的嘛，足重视这种的含用，这种事，所以咱表现出来的秩序甲文明吼，就是要好好的。今天大家甲你拍拍一下，做好，为什么爱来接近道？因为就是有这个观念啊，会甲这个物件当作足重要。 而这个物件，咱是用钱买的，敢是用科技做会到的？外国人拢无自信，阮做有钱，我科技嘛做好的，我能做无恁台湾人的秩序，甚至无恁台湾人的礼貌，无恁台湾人的亲切，无恁台湾人遐尼安怎热血助人。唔知影咯，问台湾人，台湾人
啊，物件钱拿落去啊，还是我去食遐生地啊，手机啊无做啊，放伫遐，人就走。国外迄早就无去啊，对不对？伊台湾迄拢讲捡转去到底，是有人看人讲某人，你是通去啥物物件，即马生意倒来，你就去转去。这拢是代表台湾文明。啊，修道的人太文明，哎，咱就是要修道，所以咱建立出这种文明的水准。哦，所以注意这点，咱建立出文明就是无建立出来，甲分法。迄是类吼，迄来有修的人会去建立出来，迄分法就讲坐来坐去，有修的人会去建立出来，因为已经撤掉了，甲改掉了，是甲改掉。啊，无修的人放无去，啊，管啊，迄个个性是安尼吼，你才袂有修。所以要知影一个人修了好无好，其实底下的言行现象得以观之吼，依心观心啊，啊若依家观家，依乡观乡，啊依修道的，这个修了好，就看这个修道的心做出来行为，这个道场道气好好。我这道气做出来，就是这道场水准好歹，就这咱的道场水准好歹，好就好。互相以后咱我这是有水准的道场，像咱大家自动保持该有的水准来，好，咱互相改变，谢谢各位。好来就是好基功独基地，我嘛是家己爱家己好基功独基地吼。伫即个世间比别人爱好基功独基地，咱家己有对一条是爱好基功。为虾米爱好基功呢？光线毋是无好，啊，若足光的较好。会插巴会伤啊，对不对？哦，甲测机类的道理差不多，我伤来啊，会伤啦。我伤光啊，你去插巴。艰苦的修，所以甲好基功就是光线嘛较柔和一点嘛，互咱感觉舒服不伤人，这就是好基功。啊，我要咱底是我出来特性，我就有能力啊，才华啊，甚至我好气啊，种种的优点啊。不过我要展现出来，互人无压迫感，互人袂艰苦，互人袂受伤害，这感觉智慧。哎吼。啊，咱若展现出这种的境界，叫做和其光，互大家感觉甲咱做伙会足艰苦的，会足压迫感的。啊，要来看咱做到和其光，谦卑的谦做代表，对不对？当然不只是谦啦，我是代表个，一个人伊学了知影会谦虚，这个人的光嘛，袂足显露，伊就足内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一个谦卑的人，感觉就爱去讲话，去建议捌足多的，应该嘛袂该讲该讲，啊无该讲的，伊安那多元所求，不所中，有诶人讲啊，这个是有一样。哦，这就是知影谦卑、美德的人，伊去做咧修为哈。哦，所以咱知影安尼去做哦，宽恕啦、谦卑、温柔。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去宽容，这拢是互我要讲的科技讲的做法。哦，宽恕咱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和平，会让彼此的联络，会让建立两个人的感情。就这样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两个人会契合、会结心肝？就是因为咱这个对不正、谦虚。温柔、忍耐、甲爱心，咱拢去到位，用咧上来去修，对不对？啊，若用这来疗愈过去造成的人事问题，伊就慢慢咱那伤口愈合，伊就恢复咱那圆满，人甲人的和合。所以人要和合，就是爱学到这种德行，对谦卑，一直来教爱心。咱互相强变较好，每一个装修，咱拢安尼互相对待。为啥咱愿意用安尼去对待咧装修？
在乎他们，咱在乎咱的同事，咱对咱在乎的人，咱袂轻易去来伤害你。我所爱的人，我嘛袂去来伤害；我所在乎的人，我嘛袂去来轻易来伤害。这就是因为我家己看了有够大，就是讲我尊重他，平等的看待，咱就拢会当展现出这种的力量，吼，为着咱家己涵养者的激情，咱就当展现出好健康的相信，吼。再来动机伫那是无好的，藏污纳垢，过往无好，吼。咱同其尘，就是甲迄看开地位无好的，也是文明较袂晓顾的人，咱愿意甲伊带做伙，甚至会让咱嘛同化，对不对？甲伊同化。毋过咱家己敢有无好的地方？即人咧做歹事咧，歹的念头，迄拢是咱的点，嘛叫做众心啊，众心的心。吼，咱若无查到咱这种众心的心，咱哪会想要去改变？不过咱若查到我心足歹，我定我我偷念啦，欲望啦，我着做爱钱，我做安怎我拢有查到。毋过安怎？大部分都有查到，伊甲人讲有听。我做爱钱呢，我读念做重的呢，我做安怎呢吼？我讲家己较咧好听啊，一般袂拢会暗读，愈暗读的结果愈无改过去的，对不对？咱就爱拄着去吐槽，较不得不承认，啊，搁为人安怎见笑转收皮甲冤家，哦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伊无愿意接受这个无好的伊啦，无愿意人看到这个无好的伊来否定伊啦，否定咱吼，咱家己。我看到我无好的是我有去有快乐，我感觉出去笑，我感觉吼。无爱人安尼来我否定，毋过实际上，人到十全十美，要修改圆满的完美，还是同其尘，跟我这个不好的我一起和平相处，啊，慢慢甲同化，有一天慢慢甲做啊，所以从无文明的人变一个有文明的人。互伊对一个无爱心的人，咱变成一个有爱心的人；互伊对一个充满伤害的心的人，变成一个愿意去帮助人的人。我安尼讲嘛，好像体会。先定的我有这个文化，我愿意甲疗愈，愿意甲伊和平相处，这叫做同其尘。对咱家己就安尼，所以嘛爱懂得爱自己，对不对？爱自己就是也要包容自己的不好，包容干无好的这个自己，咱嘛爱去接受伊，去甲包容，用温柔、耐心去甲对待。只要伊有安尼改，咱知影咱的心嘛，咱就努力甲改，努力甲改。有一天咱完完，咱完美啊，咱就通到过去，咱就以这个无好想来。当咱去看众生看别人，嘛是这无好想，咱就免安那看人无好。因为我较早嘛曾经无好，我即马有能力啊，我会咧甲帮助伊，度化伊，互伊安那愈来愈进，这叫做同其尘的心理，吼。啊，所以我即摆是讲，懂咱家己的人啊，吼，先接纳家己的不完美，靠迄个力量变甲更加好，啊来世间的和世间的光，吼。何事光？这张相片讲伊像，这个是不对。哦，首先知吼，这敢有人放啥？敢有这句？下命令，张波队一军团全部往万木集合，视同作战命令。我就甲人讲，我还没够皮的哈，我想较早这拢是这个叫产值超人。这台湾足可爱的所在，奇怪，咱甲这个气氛吼，新一代看到这才最好个。这个国外吼，人感觉惊艳的。迄我这若发生天灾地变吼，人是走去倒
喝冷水给它敲碎呢，那种感觉打从心里面肯定、认同、赞叹，我也想做做看。哦，这就是咱台湾科学的所在。修的人看人这可爱，我给大家掌声先啊。过这天灾偌久，唔知，伊敢会做一档、2档、3档，我哩遐知。各位先感觉，这产值超人未来1档那个看，各个产值超人，唔知。那有世界奇迹，不过德雷莎修女这个是世界奇迹，对伊做小，那伊就讲话要去行道呢。去对一个所来去印度，听讲印度做最可怜的啦。莫忘世间苦人多吼，伊个这么上苦的国家，上可怜的所在贫民窟，什么印度的无人买的，无人要处理的，伊去甲面对的，伊甲去同时上，上长那无上好的所在，伊就行去啊。伊做到什么程度，有感觉没？就是咱感觉。迄听讲伊要去领奖嘛，迄个要去颁领奖的前一天，瑞典的皇室要请一道请俺食饭啦，办咧青草澎湃，平均一个人食迄顿哦，6000、600块台币，我迄阵看资料是咧，德雷莎修女啊，这一顿啊6000、600块，伊走去甲迄个瑞典的国王啊，来如果国王讲，我看下我一顿偌钱，啊你6000、600块，我要帮助我遐垂死之家来。迄个咱瑞典的国王感动我讲，安尼我一顿都卖卖，将我的钱拢管好了。听我是安尼，我们这一餐吃的很平民，剩下来的钱会捐给德雷莎修女。爱死了，伊死伊讲了，偌侪人去参加伊葬礼。全世界总统级的、国王级的60几个，我印象中的吼，还规甲政要，印度人规条街啊，哎妈妈看到伊的名车咧，自动规个好安尼吼，真唔甘。这是人家勉强的，也是遐人感受的，自然流露的感情。这德雷莎修女甲有同齐神。迄一个要死的人，无人感觉无歹，伊甲抱的，从不要怕，就算你要离开人世间，我也陪你走最后一程，好吗？迄个人流下感动的泪，还给伊妈了，妈母啦，我就是咱讲妈妈意思，感谢，我死了才能安息，就算死，我嘛袂惊，因为有你伫我身边。咱若一天话，咱若一寡笑声，牵咱的手讲，我若死，我嘛是安心，我拢袂惊，有你陪伴，安尼咱嘛会当甲安个赞，然后这同齐神的典范，佫较伟大的，一个垂死之家，你甲照顾伊肉体，有死啊真重要，伊讲我著解决生死，看啊，就是讲我会当互咱解决生死的动机伫，有更较伟大一个吧？有，因为这个这世百了，安尼环境，我就真感动。毋过若我著处理世间的苦海，对不对？我安有感动。什么款的人会当带领着我处理这世间的苦海，对不对？我超生。这种的文字是比较伟大、比较熟悉，逐渐，但是这种人，道场，是的，是吧？道场。转身一下啦，大家高兴啦！上重要的解脱的是要开放人生。当然啦，咱一定好奇。
真正心地之样啦，拢是与众生同在。这个老师可能免提啊，咱注意这看到我念啊，众生是难度啦，是咱的心无法度甲贴近哦，你无甲众生同在，众生的苦，众生的悲，众生的无奈。 咱若当用心去甲体会，咱就当了解，就会当来他懂哦。所以，咱这个老师甲咱讲，都是爱以心理心法来启发众生，一句语就会当互众生无比的力量。咱到这呢？心理心。哦，咱有法度，互因了解心理心法，而且咱真正的。 超生了死，解脱轮回，是安尼。安尼心理生活重要无？足重要。这就是道嘛吼，咱道就是要传心理之传。这心理之传拢是一粒心，我讲的。咱要度人的时候，是一粒心，这粒心是要怎个度？名师一指就度啊嘛。 我听讲啊，这个只见不了，然后等于等死，因为必定解脱。所以先讲啊，啊是迄时见不了是开心的。先得后修。风吹，飞种啊，说啊开始要收，迄个点开一条金线，对不对？咁啊收啊，收办的过程就是咧收线，风筝飞回到。 位置回归本位，这段过程是修办的过程，是修线。哦，北风吹来，迄个吼，咱咧北甲窗也北甲飞啊到顶个都看袂到，即摆迄条金线对咱来修。哦，这个求道就是牵一条金线，对咱到佛之间。咱若有心要修道出来了，就是咧修这线，咱这个风吹修等于到底。 时间的关系，我先紧一点。好，过来就咱真正安尼去修办道，咱就要达到显道的境界。办道道人吼，重点是真心。安怎较叫做真心？就是这个根源的原理，体会到啊。生死大事是一世人上重要的大事啦。 当你若体会生死是真正的大事，迄啥物趁钱、娶某生囝，拢无叫做大事啦，敢是咧？当我若肯定生死大事，这世人上重要大事，就即件代志，我就甘愿修，甘愿办，就甘愿尽心去做，这种感觉甘愿，对不对？这种的甘愿的力量上大啦，免人比，伊自练练就去做。 啊是安怎？伊即代才有知影，这是上重要的，这世人上重要的代志。只要人清楚，伊做出来、讲出来，就是清清楚楚，敢是安尼？只要人无肯定，那袂啦，你就受到利益啦，受到半途废。哦，所以即代才讲做。